植牙分好多種類，例如單顆植牙、多顆植牙、全口植牙。無論係咩位置，植牙都有機會失敗，原因主要有兩個。第一，因為細菌感染，引致植體周圍牙肉發炎，嚴重可能會造成周邊牙槽骨吸收及破壞，植體繼而鬆動脫落。第二，因植體受力過度，導致牙槽骨負荷過重，吸收，植體可能會斷裂或鬆動脫落。所以係植牙療程完成之後，我哋應該好似保護自己自然牙齒一樣去保養植牙，先能夠避免以上嘅問題發生。呢個就需要病人同醫生之間相互配合。除咗要選擇對呢方面有透徹了解嘅植牙醫生，定期嘅保養檢查，遵從醫囑，日常生活做好清潔。植牙用20年、30年，甚至一世都有可能。